想提升自己合約交易 volume， 首先梗係要註冊 Bybit 啦。用呢個推廣碼，即時有 20% 手續費折扣，交易更抵玩。Bybit 俾你最高100倍槓桿，記住，適當運用槓桿可以有效提升資金利用率，但風險同時都會放大。呢度高手要識控風險管理。中階 trader 必須認識交叉與續倉模式。交叉倉風險分散全倉，適合頻密交易；續倉模式就可以鎖定倉位損益，打爆都冇影響其他倉位。識揀模式，有策略咁 trade，volume 自然提升。落單時要善用 buy long sell short 市價掛單或者限價掛單。Bybit Order Panel 好易用，操作快捷，掌握住落單細節，你嘅 volume 會大大提升。記得多利用 Bybit 內建 Trading Chart 分析市況，支援多種技術指標，幫你睇得更清楚，部署交易更精準。睇下高手點樣做，用好 Bybit 工具，高手短短時間內可以做到超過 53% 回報，賺到成17,000蚊 USD， 你都得，實戰就係一個開始。最後成功存入資金，先至可以快手開始交易。Bybit 支援多種入金方式，個個都用得方便，即刻開局，衝 volume。